先睇睇食材同調味料。首先用水沖洗鮑魚，用湯匙起出鮑魚，去掉內臟。徹底用牙刷清洗乾淨，要注意殼邊同防隙。然後瀝乾水分備用。先煲滾水，落鹽劑頭繼續煮，收濃至2湯匙份量。隔炸成芫茜水備用，將 XM 醬汁、味淋、糖、雞粉同芫茜水搬勻，煮滾成為燒汁備用。焗爐預熱180度，鮑魚連殼排喺煲咗錫紙嘅烤盤。放入焗爐焗5至6分鐘，取出鮑魚，倒上一半燒汁，再放返焗爐烤1至2分鐘，重複塗汁2次。每次回爐1至2分鐘，直至表面色澤金黃，鮑魚全熟即可。鮮甜又彈牙嘅 XM 燒鮑魚就完成啦！